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是高雄市交通队的统计。今年的1月到2月，因为开车门发生90件车祸，有78个人受伤。交通队甲监理所特别来提醒大家，若要落车，就要2段式来开车门，而且就要为正边的车门来落车，安尼较妥当。 彼此拢伫车门倒落涂骹，有人受伤，有人去互后面的车搞死。这款凶用开车门致死死伤的，若是一般的民众，连赶要处理车祸事件的警察，也会犯同款的错误。高雄市交通队做统计，因为开车门不当致死车祸，108年有469件，造成一个40004个受伤。 2009年1月、2月就发生90件，78个人受伤。高雄区监理所甲警方因此提出保命过规定。乘客啊，禁止从左边开启车门规定是从右方开启车门，无论是开启或关闭车门啊，都要迅速。另外，嘛要2段式的开车门。先看照后镜，确认后方的车辆状况，确认无虞之后，轻轻微开，然后再往后看。 看往来的车辆确认安全之后，再持续的往外开，然后我们就下车。警方表示，驾驶的乘客违规开关车门肇事者，相当是罚3000，致令医师吊销驾照，也佫会吃官司。提醒驾驶甲乘客上车落车唔通心急，2段式的开车门，保障自身甲他人安全。